第6集，無常的智慧。星期日，讓心靜落嚟，聽下佛說的智慧。諸行無常，是生滅法，生滅滅已，寂滅為樂。無常係佛教三法印之一，意思係一切現象都係變化不定，冇嘢可以永恆不變。雖然無常令人難以捉摸，但正因如此，我哋先至有機會改變與超越。世間萬物、情感、關係、財富、身體都係因緣和合而生，終將散去。當你接受無常，你就唔再強求，也唔再恐懼失去，反而更懂得珍惜每一刻。無常唔係叫你放棄，而係叫你珍惜。無常讓人學會放下同轉化。當你知道痛苦唔會永遠存在，你就有勇氣面對。當你知道快樂唔會永遠停留，你就唔會過度依賴，一切都會過去。關鍵係你點樣面對。無常係修行嘅起點。佛教唔係叫人逃避現實，而係教人照見現實。快樂嚟時唔執着，感恩即可；痛苦嚟時唔抗拒，觀照即可。一切變化時唔驚慌，安住即可。每一次咁做，你就離真正嘅安穩更近一步。本周佛說金句：人生如朝露，世事如浮雲，無常即是常，變化即是道。當你真正理解無常，你就唔再被變化牽動，於當下中見真實，活出自在。我哋下周再會，願你喺無常中找到不變嘅慈悲與智慧。多謝收睇。